卖看年纪轻轻，目前伫店已经是迈向10间手摇茶饮店的头家。当初伊甲真侪少年人共款，拢想要家己创业做生意，加上爱啉茶，真前伫3间茶饮连锁店已经有工作经验，认真学习熟悉所有流程。不过为了实现创业的梦想，抱着好酒甜红茶想法来号名，就完全无知名度，大胆进军市场。互厝内人烦恼甲并无支持，但靠着一份对品质严格把关、无加化学调味以及坚持无放弃的心，互伊不止经过疫情的考验，业绩更是稳定成长。刚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我们属于就是自创嘛，对，所以比较辛苦。之后到后来，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了，之后因为我们的品质保持得很好，之后客人也很信任我们，所以我们后来业绩就一直稳定成长。当然，业者成功创业愿望，其中资金的调度就是关键。好在在有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微型防洪创业贷款，有课程，佮有专业的辅导，所以一路上并无孤单。其实刚开始是辛苦的，没有资金的周转上，因为有配合政府的凤凰计划，对，之后。计划有资金之后，我们周转上营运就正常了，对。之后再靠我们非常努力跟大家推广，我们有透过他们很多行销啊的步骤之后，再让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品牌，大家看得到啊，因为看得到认识我们之后，才会有越来越好的业绩这样。根据劳动部分家男分数的统计，疫情期间申请创业贷款也平均有150位，而且3档来成功创业已经有350位，相当难能可贵。为协助女性还有中高龄创业，劳动部这里有一支专门的创业贷款，叫做微型创业凤凰贷款。那它最高可贷到200万，而且它免保证人、免担保品，而且2年内免利息。那更棒的是呢，它有免费的创业课程，还有创业的辅导顾问。为了掠到人客心，业者持续研发无同的口味，并用力在地天然的食材，求新求变之下，不止美观，内容更是有用心概念。但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